啊，若拢是赛车在出入的乡亲，爱真注意这个车链，讲胎压伤悬，或者是轮胎变形，车链拢有可能会来爆炸。台东有一个修理车的师傅，无注意到轮胎已经严重变形，结果咧甲轮胎灌风，才拄啊灌入去，就马上来爆炸。这师傅碰一个正正力，送医急救，才捡回一条命。台东一间汽车维修厂，受伤大意的郑师傅，出院倒来工作，伊回想到灌风崩链，也是感觉真可怕。规领裤拢烂去啊！当时咧灌风才灌小块，要试这个轮胎整体状况，想袂到突然间瘪起，造成伊的胸壳甲手骨拢受伤，好甲再送医急救，捡回一命。不过这链啊爆炸，曾经有造成过人命伤亡，像去年2月高雄大寮一台三脚车就崩链。刷来做喙棒才喷出来，机车女骑士经过，当场去撞到头，摔倒昏去。也有2013年伫高速公路路段，一台大货车开伫这外线，向阳船崩链，车开始无受控制，刷来才起向倒闭。货车先去弄到银色轿车，然后去弄到中央分隔岛，银色轿车规台拢变形去，类似恐怖画面不断的发生，关键就是爱注意。这轮胎是毋是有力气，或者是无正常碰起来，我要检查这胎压，才会当降低崩链的风险。